落車嘅位置嘅對面上車，都係搭返230巴士就可以落到去捷運站。多謝大家嘅時間，今集就嚟到呢一度。如果今次嘅行程都啱 plan 緊去台北嘅你，千祈唔好錯過我下一集嘅介紹。如果中意我影片嘅朋友，希望你可以俾啲支持我 ，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我會盡力同埋盡快出下一集台北之旅。下一集見，拜拜。